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网青老金阿洪下令出境，今日是期限的上8天，伊所开记者会呼吁撤销行政处分，对伊强调讲无存救的空间。美国智库警告讲，中共一直咧对台湾发动秘密政治战，要对内部分裂台湾，建议要提出有效的手段来反制中共行为。云林县洪城有国校的校长提叫7个囡仔罚跪，其中2个无愿意，校长就甲扫帚甲因讲，分管府讲已经咧调查。今日新闻头起先要先来看这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老金阿拍片赞同中国武力拍台湾，所以讲伊的居留证甲健保拢已经去互废掉。移民署是下令伊出境，今日是伊家己离境的上8天。不过老金阿昨就甲媒体讲，伊是无按算要离开。今日早起佮开记者会，咱嘛来听咱的官员详细的说明。纵观这几天的发展。我觉得雅雅这位女士呢，并不是一个普通妈妈。大家可以看到，从法律战、舆论战跟心理战，她这个呢可以说是3战齐发。不管是行政单位，或是我们的司法单位，都已经做出最后的一个裁示。希望雅雅能够按照我们原来的行政处分来做处理。老金阿是要求内政部长检讨移民署滥赡用权利，呼吁就要撤销行政处分，避免亲人分离。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面强调讲，伊是要求内政部温柔处理，同时态度嘛要坚定。言论自由是有界线的，袂当伤害国家，又搁要求国家加以保护。杜院长嘛强调讲，这违法的行为会用上严格的方式来处理，无任何存救的空间。接落来，咱来看全国哪里个立委大罢免的活动是当日，高雄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这个团体，今日伫咧去警察局报案，讲反对罢免的民众甲因匹配叫佮呛声要开枪，柯志杰就呼吁警方要赶紧查清楚，强调讲这罢免是个人的权利，呼吁各界都要用平常心看待。反对罢免的民众放掉要开枪，佮一直骂联署的负责人。伫高雄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捷联署的民间团体，25透早来到凤山分局表示联署期间，互依序力赢支持者的民众骂，甚至威胁恐吓、恐吓以及妨害、罢免等等的4项罪行的告诉。我们对一个人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能提出这些告诉，可见。我们在高雄这个地方要罢免绿委所面临到的一个艰难。罢团透早将各诉状甲证据影片提供给警方，希望阻止不当干扰罢免联署的行为。全国哪粒立委大罢免活动继续进行当中，但嘛出现真侪状况。除了有无死者名假联署，嘛陆续传出几件刁难还是恐吓的事件。许姓民众报案指称，已遭到不明人士恐吓、公然侮辱及违反选举罢免法等行为。本案获报后依规定受理。那个是不是真的我不清楚。如果是真的，当然有人有这样子的个别行为，我们也不允许，也希望警察要赶快确实查明真相。作为红罢免联署的立委，甲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之一的柯志杰，强调提出罢免是民众的权利，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柯志杰甲黄捷罢免案第1阶段联署已经送件，罢团表示估计上紧4月7日了后会展开2阶联署。公视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立法院会今日继续处理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对废死、反对戒严的公道案。不过，哪力双方是随开议就对假，议事完全无法度进行。原来是真侪民众关心的，这4个首的应有发现金予民众的议题，立委是按算要修法实施。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批评讲，安尼是侵犯行政权。那你大就没有处理啊！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耳朵很不舒服。我们休息10分钟。将开议无到几分钟，韩国瑜就宣布休困。立法议会25继续处理国民党所提出的反戒严、反废死公道案。不过因为顶礼拜五，新党的副秘书长游志斌提立法院的记者证，入去议场的2楼直播，引起争议。民进党立法委员第25一开议就占领主席台，要求处理权益问题。国民党立委也牙牌抗议，另外立委做了议事反制，议事搁再规康势。作为执政党的党团来背个整个的
总质询呢，这个是过去从所未有，所以我们说它是当家闹事，要调查，要真相，要谴责。韩国瑜一件都没有做，韩国瑜只想要挺进议程。南洋立委推上2项公道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向南洋化回讲，希望搁再想看卖咧，唔通搁再增加负面的感觉，也期待仪式会当顺利进行。因为去年政府超收5283亿的税收，除了南洋划出破发现金一半，即马民众党也要推动因应通膨强化社会韧性特别条例草案，主张全民破发6000块，强调数字是经过精算，参考专家一个学者意见，听出民意。第一个部分还债，这个是为了台湾的财政纪律，多补了健保所需要的费用。我们经过了精算，提出普发现金6000元，会跟过去一样，就是这个错误屡试不爽，这样对行政院来讲，行政权已经被侵犯了。若被要求政府破发现金，而且爱修法，可以将这法制化。杜英泰强调，编列预算是行政院的职责，立法院用法律或者是法案强制破发现金，唔那是侵犯行政权，也违背宪法的精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地检署今日早起是指挥调查局去敲花莲民政处顶4大约谈11个人，民政处的处长、户政事务所的股长等人拢包含在内。壮是被带回去配合调查吗？有说针对什么样的案件吗？今仔日侦办这案，那像是花莲的公民团体告发的，风声是有民众连署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鲍坤琪，当地户政人员说是走去因兜查对资料，除了要调查讲这连署事件各自敢有泄露，检方嘛要查县府的人员敢是受人指示的行动。美国后礼拜3就要公布扣对顶关税细节，台经院的专家就指出，若是美国扣关税，对咱的农产品影响会真大。也若是台积电去互扣税，台积电是会当甲成本转去客户身躯顶，影响无介大。不过，若是讲到中小型的半导体产业，恐惊就会较辛苦。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日将会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扣对顶关税，因为台湾是美国前15大贸易国家。他讲也被美国列做垃圾15国，但经济表示对这2大产业影响上大。以目前来观察的话，影响可能相对比较大，就是农产品跟汽车，但是现在比较麻烦。哦，你如果对美国降税，汽车降税，你对其他国家是不是要降税？有消息传讲，这边川普的对顶关税锁定目标将会限制到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关税范围传讲无包括汽车加晶片等特定产业。台经院专家指出，台湾对美国半导体贸易顺差，美国占4.7%，晶片是不是让比后面？专家是安尼看。它其实未来即便面临了关税的一个这个情况，它还是可以透过转嫁的一个方式来给予它的客户。对于台积电这方面的对关税的影响，其实相对会小一点，但对其他的半导体业者来讲，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台湾目前在面对着川普关税战的冲击，伫最近一块注意，尤其对电动的企业影响。台经院院长张建义认为，经济成长率保3应该无问题，不过 CPI 有关的冲破2%的境界线。有专家讲 ，AI 加伺服器目前也走向边界化。AI 平价化是现在进行式，不是未来式。但是它对我们台湾厂商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机，而不要只注重在少数个别厂商供货。专家提起讲，若是怕关税战造成晶片甲伺服器起价，虽然会当透过转嫁来降低冲击，不过也要注意买气是不是会产生变化。另外，也要注意看川普的关税战是对当时开始实施，才让国家精准的预测甲应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地壳警告讲，这中共是一直在对台湾发动秘密政治战的行动，要对内部分裂台湾。建议咱台湾都要加重对间谍的刑罚，嘛要加强监督官员甲立委去中国等等。陆委会主委邱世正就表示，会建立有效的手段来反制中共。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威胁愈来愈增加。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地壳的报告就警告讲，台湾面临着中共秘密政治战的行动，目的是要减弱台湾的民心士气，失去抵抗的意志，对内部瓦解台湾。
因此建议台湾要采取反制手段，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同时也要加强间谍的刑罚。我们也有17项国家安全的因应措施政府会来努力来维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韧性。不过来宾讲，台湾应该强化监督的力量，针对现任加退任的官员、立委等人去中国，将有严格典型的审查制度，包括伫咧出发进前30天，要求因公开行程，禁止闭门会议。对此，民进党团表示，有提出国安法、陆海空军刑法、两法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法，其中也包括立委到中国纳管，也过一直和在野的纳北用人数优势封杀。在目前连去港澳中管制了公务员，管制了军事将领，但是立法委员可以涉及机密如此深，却连报备都不能报备都不用报备。那这一个呢，在程序委员会被蓝白联手挡了数十次不要一直的在国内国人之中找敌人。美国智库这智库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人民，民意才是我们最高的指标。3、2、1，启动。总统赖清德离国参加三军总编议上山会议，航空一下大楼落成启用典礼，讲到台湾拄到重大公卫事件，上山会议医疗量能是无法度代替。因此，总统府主导的全社会防卫论性操演，27第一遍进行。上山会议也成立战争外科小组，随时支援操演。这一定可以增加后送人员的存活率如果有办法及时做这个处理，那后送的时候存活率就一定会增加。总统赖清德重申，替国军加薪水，和作战部队基层的士官兵。加级上关增加到12000块，也再一遍希望在野党重新思考动山国防预算的影响，和国军上大的支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感谢有心，咱接落来看国际消息。美国、乌克兰甲罗西亚达成乌海停火协议，要恢复乌海运营安全。预计是2月就公布协议的内容。不过，在欧洲对罗西亚总统普京愿意落软这个态度是真怀疑。乌海要停火敢会当成？乌海航运的自由和安全关度拢真受注意。美国、乌克兰和罗西亚的官员24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里雅得完成正长的会谈。23美国先和乌克兰会谈，24和罗西亚针对基辅莫斯科海上停火开始。而且总统川普阁补充进前讲到的稀土碳三协议。In an interview with Time magazine published this morning, President Zelensky said he believes that some members of your team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Russian information. Those were his words.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at? Well, probably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to get this thing settled because Ukraine wants to see it settled. I think they have to have it settled, and Russia wants to see it settled. We've given so much money, and we're getting that done. In fact, Scott is telling me that the agreement on rare earths is just about completed. Are you signing the rare earths deal today? Is that what you mean? No, we'll be signing it soon. 根据白宫一个消息人士指出，讲伫里雅得的会谈是有进展的，暗算真紧都会有正面的宣布。俄罗斯这方面代表团伫会谈结束了后，访问到伊的心情，因的回应是真好。一个消息来源甲路透社讲，联合声明已经分送莫斯科和华府，双方暗算2月会公布。进前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会议主要是和航运安全有关系，会讨论登启2022年的乌海国务协定。进前联合国支持的版本是无法度满足莫斯科的部分要求，但是在第一会谈搁伫进行的时阵，罗西亚的飞弹是攻击乌克兰的一间学校和一间病院，几10个人受伤。乌俄进前是同意暂停攻击能源基础设施，但是目前战火并无停。乌克兰外长斯皮哈讲，莫斯科讲要和平率国去碰人口真侪的所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里雅得的会谈表示讲，当地单报告出来，希望会当对和平的方向去。另外，欧洲大国对普丁敢有做好要真正让步的准备是真怀疑。普丁表示讲，已经准备好要讨论和平，但是乌克兰必须正式放弃加入北约，而且要对4个罗西亚的占领区全面撤军。公司新闻黄云良编译。
美国总统 Trump 4月初2就要宣布扣对顶关税细节，不过这阵是表示讲，这几天就会先宣布汽车的进口关税。同时嘛，暗示讲有一寡贸易伙伴是当唔免扣对顶关税，也是讲会当收较少咧。所以讲，南韩的现代汽车就随宣布讲，要伫咧美国加投资6900亿，搁要伫咧路易斯安那州开始做新的钢铁厂。在伫咧川普的汽车对顶关税实施进前，南韩现代汽车也宣布要大量投资美国。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21 billion in a new investment over the next 4 years, our largest U.S. invest ever. 川普甲现代汽车集团的会长李宣二是伫咧北京宣布，现代集团将会投资美国210亿美金，其中58亿美金伫咧路易斯安那州起新的钢铁厂，为美国钢铁业创造超过1400个工作机会。另外，现代汽车还阁要买30亿美金的美国液化天然气。The company will also be massively increasing its auto manufacturing in Georgia and inves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advanced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虽然美国甲韩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南韩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国家，若是不互川普点名批评，也阁互美国列入所谓的垃圾10个国家名单。Hyundai will be producing steel in America and making its cars in America, and as a result, they'll not have to pay any tariff. 现代集团的这样加码投资，也互川普开嘴，讲会当好免关税。不过其他的汽车制造商恐惊就无这么容易闪过。这么传讲，各大汽车甲汽车零件制造商拢伫咧积极游说北京，希望会当避免高额的关税。Trump likes drama, and he's going to get a lot of drama on April 2nd,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ill be watching very, very closely. 川普顶礼拜才伫咧伊家己的正式社群顶头讲，4月初2将会是美国解放日，美国将会开始夺回过去被掠夺的大量的财富。不过彭博社报道，可能已经开始松动。Already, he's backed off in his statements about what might be done for the auto industry. 川普这礼拜可能会宣布对汽车、茶一个半导体的关税。不过专家认为，美国、墨西哥甲加拿大之间的产业整合程度正悬。川普也已经伫咧北京甲记者暗示讲，有可能互一寡国家关税减免，甚至是豁免。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土耳其是爆发10年来上大规模的示威，因为伊斯坦堡的市长是去互政府掠去，有过20万人去行街路抗议，9000人互掠去。这总统埃尔多安是其是讲，这示威活动已经演变做暴力运动，要求这市长所属的共和人民党都要负责。不过共和人民党是批评总统因为政治动机攻击对手。3月24日下昼，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甲首都安卡拉这2个所在学生宣布罢课，并且邀请民众做阵上街头抗议，因拿话口号拿会旗啊，沿路的居民共欢共鼎表示支持。Daha özgür bir Türkiye için savaşıyoruz şu an. Terörist değiliz biz, öğrenciyiz. 自从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顶礼拜3、19因为贪腐的理由被抓到之嘛，全国81个省已经有51个省发生示威，是最近10年来上严重的动乱，引起警民的冲突，也个国际社会谴责。有一个示威者穿着酷刑者的装扮，压腰行礼，控制政府和警方喷辣椒水。内政部长讲，超过1100人被逮捕，其中10个是记者。总统埃尔多安批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动示威，这马刷变作暴力运动。Ve şehir eşkıyalarının saldırıları sebebiyle 5 günde 123 güvenlik görevlimiz yaralandı. Türkiye gibi büyük bir ülkenin basiret, vizyon ve kalite açısından çok küçük, çok iptidai, çok çapsız bir ana muhalefet partisi vardır. Parti içi iktidar mücadelelerini milletin meselesi haline getirmelerine de aracılık
yapmayacağız. 以马莫鲁所属的共和人民党，伫即天宣布，依照初选的结果，正式提名伊做2028年总统候选人。以马莫鲁被认为是总统埃尔多安主要的政治对手。3月19日毕业的前几点前句，伊在坦堡大学宣布撤销伊的学位，毕业了后也被解除市长的职务。共和人民党也个因的支持者讲，政府当局对以马莫鲁的指控有政治动机，无民主。总统埃尔多安是否认，讲共和人民党应该停止拨人百姓。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的消息，云林县丰城市有国校的校长管教手段无适当，叫7个囡仔罚跪，其中2个无愿意，校长就举扫帚甲因讲。分管府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已经去学校访谈，待这调查结果出来就会处理。云林县有一间国小的学生进前那就因为上体育课时阵唔听老师的话，有7个学生和校长结去校长室罚跪，其中2个学生唔跪，校长就举扫帚甲因讲。被叫去校长室，然后校长就叫我们说，等老师进来的时候跪下来，然后有2个没有跪，他们2个就被打。这个就是伤到咱的手啦，甲肚子啦，拢有乌青啦。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伤到伊的小腿、甲大腿、甲伊的头啦。有家长讲，这件体罚事件是10几日前发生的。过当天有家长通报云林县府教育处，不过后续丰城有部分互体罚的学生家长无要追究，其他的家长烦恼学生伫学校会有状况。之后校长请假无回应，云林县府教育处表示等咧调查。这个我们不评论，因为已经正在调查当中。好，学校这边就是依照县府这边的处理方式。好，通报之后，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小组到校去访谈相关的人员了。那静待调查小组结果出炉之后，我们会送交委员会来做议处。校方表示，目前学生上课拢正常，听候县府教育处调查未过回应。教育处讲，调查小组目前已经介入访谈，也有辅导学生，等调查完成就会公布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网络野空讲，因一挂死的人死的拢是女性，去宜兰圆山一间出名的饭店浸肉体温泉，说是有一个查甫的工作人员雄撞入去，佮叫因赶紧离开。民众就批评讲，这大一暝咧要1万的饭店，竟然是发生这款代志。即阵这饭店是已经甲迄个员工洗头路，嘛答应讲会检讨工作流程。宜兰圆山一间真出名的饭店，去互民众伫咧网络顶野出来讲，伊甲3个查某朋友24早起，伫咧女性浴池咧洗温泉的时阵，雄有一个坐会查甫员工走入来，叫因赶紧离开。事当时大家咧浸温泉，衫也未付清。看到有人入来是惊一跳，想袂到大一暗大1万块的饭店，竟然会发生这款代志。提告，一定会提高。对啊，一定。是啊，你会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太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对，非常侵犯隐私。就是有女生去做进去女生的地方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毕竟那地方是脱衣服的地方。实际访问民众大部分的人认为讲，伫饭店洗温泉拄到这款的代志，一定会真生气，而且会随报案。也若针对这个事件，宜兰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收到任何的报案。经过饭店的调查，代志发生的迄一天，是一个查甫兼一个工作人员，伫咧露天温泉区营业时间要结束进前，伫咧女性浴池的门口，甲因讲营业时间就要结束，请人客准备离开。虽然这个查甫员工讲，敢若去到门口2秒钟，不过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规个过程差不多7秒。我们昨天当下就已经即刻解雇了。我们的员工他认为说他只是进去喊了一声而已，对。那但是因为我们调阅监视录影带，他进去的时间大概有6到7秒钟的时间。饭店讲接到民众投诉了后，已经把这个查甫员工洗头路，嘛免拄这几个受害旅客伫咧饭店所谓的消费，要求露天温泉负责的主管大强化管理甲考核的机制，阻挡类似服务的疏失。未来若阁发生同款的问题，部门的主管嘛会连带处分。公司新闻宜兰报道。代替破腹是训练医学生真重要的课程，关系到未来医生开刀的能力。今日台北医学大学就举行破腹教学英灵对事纪念会，感谢把身体管出来代替老师。
60多岁的吴凤琴和因先生拢是身障人士，虽然讲生活上有真侪无方便，但是同款是真爱帮助别人。两个人约好做伙来签器官捐赠和代替捐赠的同意书。2当前因先生因为喙齿癌和糖尿病才并发症过身，所以就照因先生的意愿，甲代替捐予台北医学大学。如果是器官捐赠，可能遗体后的事情还是要处理，那我想整个做大体捐赠。学校讲，代替解剖学是医学系学生养成真重要的课程。新冠疫情的期间，捌出现欠代替老师的情形，就算伫疫情过后，管的风气同款是无改热。以北医大来做例，当年款募差不多14区的代替老师，是用上百的学生来使用，等于是平均每15个学生就做伙用一区。最近几年有部分医学院是引进 AR 和 VR 解剖这科技，但是同款是无法度完全来取代代替老师的功能。大体老师他有多样性，就是只要课本上会写说，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血管的分支，或者是那个神经的分支，我们一次上课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多样性。那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不同的病人。北医大自5早起是举行113项年度解剖教学英灵追思纪念会。学校讲，这代替老师就敢若是学生的母语良师，用最后的身体来做教学，嘛希望代替捐赠会当比较器官捐赠，成立全国统一分配中心，和代替老师的大爱的精神会当延续。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统计到2月底，高雄市是有210万只乌托邦，其中电动车是有10万4千多只。为着鼓励民众换骑电动车，高雄市的环保局增加补助，30岁以下的青年买电动机车补助3000，电池嘛有另外补助。车路顶悬乌托邦来来去去，根据统计，高雄市目前乌托邦数量有210万台，其中电动车大约占5%，有10.4千台左右。为了要加快旧的石油机车汰换速度，高雄市环保局今年是特别针对30岁以下的青年买电动机车加塔价3000块。那青年在购车的一个比例，从111年的10% 提升到113年的24%。那其中有72%的一个民众都希望说有购买电动车的一个意愿，但因为它的一个购车金额以及月租费的一个部分比较高，所以就是减缓了它的一个购车意愿。环保局是动用9000万的空污基金来补助，然后针对少年人的塔价，还有10个月电池补助。另外增加天灾条款，有申请过补助的民众，若是拄到风台浸水受损，会当无受限制，搁一摆申请买车补助。种种的优待，拢是希望鼓励民众把旧的机车换掉，改骑电动机车。油车骑久，你骑不习惯，那你可能就会想要换电动车。那我觉得政府推动这3000块，我觉得是对我们年轻人是很有大的帮助的。它的电池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然后，如果我今天每天要电车来通勤的话，可能某些地方换电的没有换电那么方便啊。若是旧换新，伫高雄上悬补助30500，若敢若买新的电动机车是21200块，补助的金额目前全国排第3。不过也是有民众对电动车的安全性有疑疑，爱看今年提悬补助，敢会当使更较侪人换电动车。记者柯嘉如、柯昭雄、高雄场报道。今仔日早起9点40，花莲县近海是发生规模5.1个地震，深度大概是25公里。花莲县甲南投县的震度上界大有4级。气象署是判断讲，这阵地震跟去年的4.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鱼肚仔内底水直抓，鱼仔嘛拍着惊。花莲去安乡民众处理的监视器，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的情形。拄好去里鱼潭佚佗的游客，伫桥顶咧行嘛，雄雄感受到地动，是行一个紧歇伫树花边，在地人更加是第一时间赶紧撞出来。你们是因为地震跑出来的吗？因为这是围楼。拜二早起9点40分，花莲县近海发生做是规模5.1个地动，深度差不多25公里，属于加浅层的地动。花莲县国家级的警报直弹，上大的震度伫花莲甲南投是4级。它释放的这个能量大概是相当于0.02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规模5的这个地震的那个破裂面它大概就是相当于那个滩区的那个大小的一个破裂面。气象署研判，这个地动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卡，因为台湾规模5至6个地动，一年平均差不多45个。
也就是一个月差不多会有4个规模5左右的地震。所以气象署认为，这届地震甲4月初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由地震的时间啊，发生的时间跟地震余震的这些分布的统计啊，然后再跟921这个来比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04、03这个地震它的余震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今天这个地震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事件。东部地区的地震较济，民众要是要注意。气象署讲，无排除3天内也会有4至4.5的地震会发生。公视新闻花莲报道。昨早起，台北有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为着闪计程车，煞是甲后壁骑来奥多摆相撞，规只车厝起的人行道，弄着等青红顶的过路人行骑脚踏车的，计经受4个人送病院。车辆滑行至人行道上，碰撞到等红灯之行人及脚踏车，所幸都只是擦挫伤，也无酒驾之情形。对这画面当中，咱会看到这奥多摆是徛伫咧中山北路，闪过计程车了后，就弄到后壁徛来奥多摆。警方调查就发现，讲这个骑奥多摆无食酒，不过可能是有违反道安规则，可能会去互吊扣驾照。要若是这后壁去互弄到的机车敢有超速，嘛是调查的重点。这车祸的责任要安怎分，也搁爱调查。台北市今日的空气品质可能是达到红色的警示，主要的污染物是臭氧。这环保局是伫咧路边加强掠起机车的污烟，嘛去稽查加油站、印刷厂，另外3座分化厂嘛拢降载。一波臭氧污染上高的所在是伫咧阳明山，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这几天台北市出日头嘅温度悬，挥发性有机物佮氮氧化物碘布链伫光化反应之下，较会生成臭氧。虽然一早啊台北市空品佮伫普通的阶段，毋过中昼日大日头直射了后，环境部预报可能会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为此，环保局启动相关应变。VOC 排放量比较大的印刷厂或加油站，我们也去做查核，还有我们也去查核餐饮业、机车跟柴油车的拦查总数，我们要求我们要查的拦查数会比平常总量增为2倍。连台北市3座分化路拢降载10%来应用。环境部表示，25号主要吹是南风，北市离风尾，佮加上高温造成，预估26号开始会改善。也跟风速大小有关系，南风不够强的话就吹不掉啊，南风强一点的话，也许就把它吹掉。明天我们现在预估明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臭氧是衍生性的污染物，这届上悬的浓度竟然是发生伫平常时空品上好的阳明山，上悬小时值来到96.5 ppb。环境部指出，将有可能是周边氮氧化物排放少，导致和臭氧浓度偏悬。旁边没有特定的污染源来产生这个氮氧化物，那因此呢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地定效应，来让这个臭氧反应减少，所以以至于臭氧浓度偏高。环境部表示，欧洲研究显示，离氮氧化物排放较少的庄脚地区，臭氧浓度会比都会区悬。这个阳明山的高浓度嘛无排除高空是吹西风甲境外污染大入来。公视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北报道。台南市有10个行政区，对今日透早9点开始，会停水，也是减压送水30点钟。这停水的原因是配合河川治理，也有暗坎改建的工程，是有24万户受影响。所以讲，这自来水公司就安排51台挂水站，让民众会当去提水。当区经营餐饮业者提出来桶仔赶紧咧省水，因为若袂久吃无水，定着跋倒做生意。遐若伫北区洗衫店业者嘛，因应停水，半暝就提早来洗民众送来衫。还有这人客提早来永康的头毛店先防洗头，因为台南市10个行政区，25透早9点到26下晡3点，要停水甲降水业时间30点钟。这民众认为生活上加减的无利便。阮真的水塔有水就猛做啊，无水的是得来休困。停水停电应该都是会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民生啊，对啊，多多少少会的。
那台市学生人数增加这个文玩国小，嘛伫停水范围内，学校提早通知学生，如果爱对厝炸地来，无就惊地基啊无够用。这摆停水是因为自来水公司配合国土管理署推动河川治理甲排水上涵改革，这项工程影响将近24万户，是台南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停水。整个一个停水区域，我们在每一个里都设有这一个取水桶，那这个我们都配合整个里长一个选定的一个位置，我们备有8台的一个水车来巡回补水，让民众、让市民的整个一个不便降到最低。自来水公司讲，停水期间有51个临时供水站，要随时维持供水量，让民众会使紧急取水。伊嘛定时监测各区里的供水情形，若有需求就会加派车来补。另外，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用水问题，会当卡24点钟服务专线1910来询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4月初清明连假，花莲的订房率是比去年减少3-4成。这观光业者是认为讲连假苏花公路真够塞车，加上今年已经无大梅补助，所以讲就去影响到观光客意愿。伫饭店大厅内面的柜台人员，并无接到伤济清明连续假期要订房间的电话。即马大小的旅客大多数拢是出差，也是嫌连续假期塞车，先回来陪忙的。回来塞车啊，人潮会比较多，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一些动力。如果是搭火车，票好订吗？如果是票好订的话，当然会想要回来。3月本地就是旅游的小月，但是业者加减拢会期待讲清明连续假期订房率会当回升，但是今年和去年同期比，订房率却是降3成到4成，市区饭店的大小率是3成到5成左右。清明连假呢，传统就不是会出游的假期，更多乡亲还是以扫墓为主。那当然，对于这个回来的车票难订，或者是这个公路是否会塞车，也影响到旅客选择意愿。再过去看其他大宿兼游乐型的度假村，也是民宿，无游客已经是常态。大概3月的大宿率差不多伫2成。业者认为讲，和地动了后，大宿的补助结束是有关系。去年这个自由行的补助以及团体的部分，其实对花莲只是让业者减少损失的部分而已，那并没有办法让业者的一个商机能够来做回复。观光协会强调讲，加上个人认为讲，这国旅的消费实在伤悬，甘愿出国嘛无愿意去花莲来消费。因澄清讲，不是所有的房价拢这么悬，嘛好有相关单位会当增开包机，加增加国外的旅客，才会当提悬小月的业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即阵网络顶是咧传讲，台东有97台科技执法路段，可能会去影响到观光客意愿，要求这县府就爱伫咧观光导览道顶头画出来提醒游客。不过台东的警方是表示，这科技执法的路段是干那18搭，执法的重点是抢红灯，也有无让过路人为主。详细地点网络拢查得到。天气愈来愈好，台东县也要进入观光旺季。即马网络顶伫咧传讲，台东县的科技执法科学伤多，有97个，互游客较无想要来。不过警方讲，科技执法的路段只干那18个，大部分拢伫咧市区，而且拢有彩牌啊警告。因为游客讲，科技执法是有必要，不过若伤多，确实困扰。那目前呢，我们会针对依肇事路口常见的一个交通违规来做取缔。那目前台东县主要还是以闯红灯跟未礼让行人的取缔项目较多。科技主要是大家可以遵守规矩，不过因为太严格的话，它就有时候变成跟人民抢钱的味道出来。有民代要求县府伫旅游导览地图顶头，爱提供科技执法的路段资讯，提醒游客。那县政府也会在旅服中心做相关的提醒。警方表示，其实台东县政府的即时交通资讯网，拢会当查到接受翕相加科技执法的地点，民众用手机啊就查会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中华关野鸟协会统计，目前过境的南路鹰是有8000多只。这鸟仔会就表示，到4月进前，拢应该有机会当看到规定的南路鹰。另外，为着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南路鹰，鸟仔会冒办市集甲导览，来了解南路鹰，也有在地生态环境。用千里镜观察天顶，因为即阵当时南路鹰过境彰化时阵，
中华关野鸟学会顶个月启动南路鹰过境的数量调查，但是因为前一阵仔天气反寒，佮有热雨，目前观察到数量无算侪，大概有8000多只。咱讲南路鹰吼，灰面狂鹰，逐年咱这10几年来固定拢超有3万几只啦吼。啊，到目前为止，阮鸟会调查员伫个赏鹰平台调查到，到目前差不多700-8千只。南路鹰是对季节搬徙保育类动鸟，逐年的10月会经过屏东飞去南洋过冬，反倒年的春天会沿着台湾西部经过八卦山甲大肚山往北边飞，有不少民众拢会趁机会来看鹰仔。野鸟学会也举办生态市仔甲导览活动，互民众认捌在地生态环境甲南路鹰的特性。那灰面狂鹰来到八卦山，它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让它作为一个夜晚栖息休息的地方。那所以像挑水古道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森林，比较原始的一个样貌，就可以提供灰面狂鹰一个很好的夜栖休息的地方。之前都想讲随来都随有看到南路鹰，啊，不过阮都是较无熟悉这鸟仔的习性，渐渐啊才会知影讲透早鹰仔会起鹰，啊下晡的时阵会落鹰。中华关野鸟学会表示，天拄拆卡的时阵，南路鹰会开始地起流飞，佮有暗头啊，南路鹰准备休困，拢是观察鹰仔的好时机。鸟仔会预估到4月底进前，应该佮有机会看到规大阵南路鹰过境的画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根据行政院的统计资料，112学年度国校啊到高中的视障学生计共是有1181个人。为着保障这寡学生的学习权利，教育部就参清华大学将4大合作，把这课本配音录做有声教科书，方便这寡视障学生来读册。分母是1减20%。老师当咧录音，把数学课本内底的内容录做有声的教科书。这是教育部国教署委托清华大学甲中华师范大学办理的有声教科书制作甲管理计划，甲国小到高中阶段的教科书录做有声教科书，让视障学生会当有适合的教材通上课。国教署每学期皆会调查全国有声教科书需求的数量跟科目版本，因为教科书的内容包括文字及图片，所以会由专业团队进行前置校对、图形诠释、正式录制、数位剪辑、声音品管、拷贝发行及分装配送等程序。图片说明：小长臂中有许多向内凹折的环状皱臂。用基因的方式详细解说自然课本内底档案图片的内容，让视障学生用听的就通了解档案的结构、学习知识。这篇计划，清大网友会表示，要把课本内底的图讲予视障学生理解尤其重要，所以会请有科目专业的老师用基因描述的方式详细解说出来。那录的时候，第一个是专业知识要进来啦，另外一个就是图形跟表格的诠释方式要让视障者可以清楚，比方说我必须要有基本的定位，让他客观的知道说这个表格的骨架长得什么样子。国教署表示，逐年制作国小到高中的有声教科书，各种科目加起来大概有200多种。也若清大网友会表示，伊未来也继续提供录音员专业培训课，提升有声教科书的品质。记者阮郑春佑台北报道。带大家来看，有一本台语绘本是咧讲宜兰大坑谷社区生活当中趣味的代志。今日的作者就带国校的学生实际去故事内底场景，体验早期大坑谷社区的日常生活，了解地方文化甲生态。听海燕唱歌，真欢喜。一群学生对咧念台语绘本名藏伫倒位的故事，哪行哪熟悉四科维亚自然环境。绘本故事原创者陈阿月拜二带宜兰苏澳马赛国小的学生行入绘本内底的情景，了解大坑谷社区的文化甲生态，学生感觉真趣味。林头叶做什么？做战斗机、叶底，然后风车。这个林头叶真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很好玩。马赛国小台语老师也表示，这是头一届甲台语课抽到外口上，透过活泼的镜头活动，互囡仔实际接触到原本伫课本内底的图片甲知识，安尼对入捌地方文化、语言学习拢真有帮助。
你用讲的，伊真歹，伊毋捌看过物件，伊无法度去想讲伊是啥货啊。啊，像咱啊用安尼，因为即摆囡仔的生活，你就知影甲以前无共款，所以你甲伊讲遐，伊可能听无。但是实际上你有带来看过，伊就知影，啊，伊就通学着。对于小朋友来讲，实际你看绘本，但是你来当个亲身行到迄个所在，迄个感受是更加深刻，迄个感受是足有感动的啊，所以。有实际来遮，啊，佮连咪要佮做迄个林头叶童玩，我想这是伫学校的教育内底吼，较无好安排。故事原创者陈阿我表示，透过镜头活动，互绘本搁再一摆活起来。绘本故事拢是以过去的生活记忆，已认为用绘本实际行大地方，带囡仔理解地方上的万项代志，培养体会地方生活的心，了解地方风情，也是语言教育真重要的一步。记者张家嘅谢桂玲依然报道。去年巴黎文化奥运期间，台湾馆唔有精彩的艺文表演，嘛用办桌概念，互真侪来参观的外国人食到台湾味。这几年伫咧巴黎卖台湾菜店头是哪来哪济？有台湾人伫咧巴黎卖便当、开餐厅，拢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改变口味，坚持台湾的食食文化。有空肉、红烧牛肉，也有培玲仔和豆干。店头家甲法国的人客详细介绍台湾口味的便当定有的菜色。伫咧法国一般来讲，都讲有2点钟的向导时间，一个人拢会出来买食的顺续拍日头。法国的人客表示，珍贵的休困时间像便当安尼，逐项菜拢通拣家己上喜意的，这是真享受的代志。Pour moi, le plat préféré, c'est le poulet basilic. Ouais. Accompagnement, bah, du coup, épinards et champignons. En France, on aime bien choisir. Enfin, il y a beaucoup de restaurants maintenant où on fait soi-même son pla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plusieurs choix comme ça. Donc, ouais, c'est très bien. 伫咧巴黎卖便当开台湾菜餐厅店头家来自中华乐港，伊讲家己演过伫巴黎读册的时，伫学校捌以板岛文化筹备台湾酒，将把人群的料理一下仔扫了了，互伊有勇气伫咧巴黎开店。店头家讲，毋那是因为思念故乡才做台湾菜，伊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改变台湾口味，就是要证明台湾的食食文化的价值和特殊性。我做这间餐厅有足大一部分，就是讲我想要证明互大家看。其实台湾的料理伫巴黎嘛，咱啥物拢免改变的状况底下，咱就是用我记忆中妈妈做互我食的物件，阿嬷做互我食的物件，咱就是用这种物件，咱就会当感动巴黎人。王慧谦讲，伊特别毋伫咧亚洲餐厅区开店，用较强的韧性坚持落来。高达8年来，人客有90成拢是法国人。伊认为伫外国开店要有这款开拓的和阳更性，打出舒适的口仔，用文化外交甲台湾这个看板，互愈侪人知影。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国际的大都市有非常多元的食食文化，但不是伫街仔路拢通看到亚洲的餐厅，也是各国的美食。王慧谦讲，伊人伫咧国外待这么多年，伊认为咱爱对家己的文化有信心。伊认为讲，愈在地是愈国际，台湾只要维持咱的文化，安尼就是拍开世界进捌台湾的通路。以上是记者卢尚如和林晓凯伫咧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美国科学家是发现讲，会模仿咱人类讲话的鹦鹉鸟，大脑的运作是甲人类真接近。即阵科学家就希望这项发现会当替人类改变这语言障碍，找出解决的办法。画面中正边两只虎皮鹦鹉叽叽喳喳讲袂煞，倒边这只蓝色鹦鹉也阁会洗过头去听。鹦鹉学人讲话会能力真强，而且会晓讲的词真丰富。因是安怎做的呢？美国神经学家伫实验室记录虎皮鹦鹉的大脑活动，发现因讲话时，脑部运作区域甲模式，甲咱人的大脑中负责言语的运动皮层真亲像。Surprised to see is it was laid out more like a human speech control region than it was these similar kind of areas that we would find in the songbird brain. 科学家指出，虎皮鹦鹉前脑存在一层特殊的声音细胞，这个细胞就像更琴的琴力同款，无共的细胞负责代表无共的声音元素。So if you imagine the bird makes a lot of vowel sounds and consonant sounds, there are vowel cells and consonant cells, and even within vowels, it will make
high pitch and low pitch sounds. 研究团队为着验证这项发现的特殊性，也对未晓学声音的斑胸草雀做同款的实验，结果显示斑胸草雀的大脑中并无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声音地图。这项发现让科学家真欢喜，因希望以好培研究做基础，为人类因为疾病造成言语障碍找到治疗方法。 And so what I think we want to do is find out what the equivalent region is in the bird's brain,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a concept and turning that into a vocal act,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breaks down. It breaks down in Parkinson's, it breaks down with Alzheimer's, it breaks down with stroke.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animal model for this. And now I think we might just have one. 除了理解言语障碍，研究团队也佫希望未来会当更加进一步的利用科技，听把古早的好培研究到底叽里咕噜在讲啥物。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 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您收看公视第2台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